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2月2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2篇23节到31节，创世纪15章第1节到第6节，12节到18节，罗马书第3章21节到3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合宜的关系。过去捌几啊摆接到几间教会敲电话来询问、探听某一位牧师，对方的问话通常是安尼：这个牧师好无安尼啦吼。但是我的回答却是我毋知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我毋知影倒位会通去找到一个好的牧师。事实上，教会要爱聘牧，首先爱思考的是教会宣教的需求。美国长老教会要求教会要爱先编写一份宣教策略，然后才去思考教会需要怎样的牧者，然后才按照这个方向去选聘牧者。毋是，就是讲去找一个安尼可能是足有气力啦吼，也是讲真贤讲话啦，真有名啦，真贤办代志啦，等等，也是讲有足侪有名的人爱来介绍啦，甚至讲都爱学历真悬等等这的条件。教会聘牧所要思考的是迄个宣教的需求，所要爱找找是一个合宜、适当的牧者来带领教会。千万毋通用家己的想法，也亲像亚伯拉罕同款。伫创世纪15章第1节到第6节记载讲，上主甲亚伯兰立约。这个代志以后，上主伫异象的中间对亚伯兰讲：“亚伯兰毋免惊，我是你的保护者，我会互你丰富的报赏。”亚伯兰讲：“至高的上主，你要互我什么？我一直无囝。要继承我的财产的是大马士革的以利以撒。”亚伯兰佫讲：“你无互我有后嗣，出世伫我家内的仆人会通继承我的财产。”上主对伊讲：“你的继承人毋是这个人，你亲生的才是你的后嗣。”上主就带伊出去伫外面，讲：“你看，算遐个星，你减算会了。你的后代嘛会亲像安尼。”亚伯兰信上主，上主就甲伊算做义。亚伯拉罕捌对上帝应允感觉到无法度接受，也捌2摆用家己的思想甲做法，想要来代替上帝的呼召以及上帝的旨意。今仔日的经文所记载，就是伊想要用仆人的囝来成做伊的接棒人，但是上帝不准，用安尼的仁义来代替上帝的旨意的做法，并毋是照着上帝正确正义，或者是适合的关系。创世纪15章第12节到18节，上帝接续安尼讲到后壁的预言。伊讲日要落的时，亚伯兰困冬眠，忽然有互人惊吓的大乌暗打我。上主对亚伯兰讲：“你一定着知，你的后代会寄脚伫别人的地，做遐的人会落来受苦400年。欺压因的国家，我会甲伊审判。后来伊会带真济的财物对遐出来，
你会食长会受互人安葬，平平安安倒转去伫恁祖先遐。到伫第4代，因会倒来到遮，因为阿摩利族会罪还袂满。日落天暗，忽然间出现一炉甲跌倒的火把，对遐个破平的幕中间经过。迄日上主甲阿伯兰立约。可能咱是蒙福的，嘛真有可能咱是有快乐的，嘛有运势的。但是上帝所要爱咱的是一个谦卑的顺服，伊旨意甲呼召的人。保罗写批互罗马教会批中伊安尼讲，基督徒应当爱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伫罗马书第3章21节到31节，保罗安尼讲。上帝互人甲伊有合宜的关系。现在上帝已经甲咱指示，咱毋免靠着律法会当甲伊建立合宜的关系。律法甲先知拢为着即个来做见证。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是通过信耶稣基督。上帝安尼对待所有信基督的人，拢无有差别，因为所有的人拢犯罪，抵到上帝的阳光得袂着。不过对上帝所赐白白的恩典，通过基督耶稣完全的救赎，人通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上帝立耶稣做赎罪祭。通过伊的死，互人对神来得到赦罪。上帝用安尼来显明伊的义。伫过去，伊用耐心对待人，宽容因以前所犯的罪。要伫现今这个时显明伊家己是义，佮信耶稣的人甲伊有合宜的关系。那安尼，咱还有啥物通看口？拢无。靠啥物法则？靠啥物行为是无？毋是，是靠神的法则。所以，阮认定人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，毋是靠着律法的行为，只有对伫神。上帝兼只有是犹太人的上帝。伊兼嘛毋是外邦人的上帝，是，伊嘛是外邦人的上帝。既然上帝只有一位，伊互受割礼的犹太人对神来甲伊建立合宜的关系，嘛互无受割礼的外邦人对神来甲伊建立合宜的关系。安尼讲，咱因为这个神煞互律法失去效力是无？绝对毋是。咱颠倒是伫确立律法。保罗讲，咱拢亏欠上帝的荣耀，因为无顺服上帝的旨意。如果安尼，咱无论是有甚物款的成就，拢毋是甲上帝有正确合宜的关系。伫昨的新眼光读经的中间，讲到士师记第9章第8节到17节，约旦的提醒，每一个人拢着爱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清楚家己呼召，绝对毋通为着家己会通做真济、真好，也是会通争取偌悬的地位。应该着爱做一个合宜的主的仆人，甲主维持一个合宜佮好的关系。也亲像罗马书12章第3节保罗所讲的，照着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恩惠，我要对恁逐人讲，毋通将家己看作伤悬，颠倒着爱谦卑自守。
逐人按照着上帝所赏赐伊的信心来衬托家己。诗篇22篇23节到31节，人敬畏上主的，着称赞伊；以色列的后代着归荣光予伊。雅各的后代拢着敬畏伊，因为伊袂看轻善车人，袂无看伊的困苦，嘛袂面越走毋插因。因求救的时，上主甲因听。我要伫大聚会的中间称赞你的所在，我要伫敬畏上主的人面头前写我的愿。善车的人会得到帮助，追求上主的人会称赞伊。愿恁的心永远有活气。地上所有的人拢会记得上主所做的来归顺伊。世上万族拢会伫伊面前来敬拜，因为主权属伫上主，伊是万国的主宰。地上所有富贵的人会自集临这敬拜，连得要死的、得要归途的人，拢会伫伊的面前跪拜。伊的子孙会服侍伊，主的作为会得到传到因的后代，人会对将来要出世的子民讲，主已经完成伊的拯救。感谢主护着阮，互阮成做你的仆人。求主你帮助阮会通谦卑顺服，甲主维持一个正确、公义、适当的关系，得到主的欢喜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